嚟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葛珮帆議員嘅。葛議員你好。大家好啊，大家好。關於呢個氫啊，你認為當局推動香港氫能發展嘅步伐係點樣呢？咁而氫能發展對於香港要喺2050年達至碳中和嘅目標個重要性係點？可唔可以請你介紹下你嘅理解？其實咧就過去呢幾年咧香港政府都大力去推動氫能嘅發展嘅，咁所以咧喺2022年咧就已經成立咗一個跨部門嘅氫能作為燃料嘅工作小組噶啦，咁咧亦都推咗37個氫能嘅試點項目啦。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我哋香港咧就已經有用氫能燃料嘅有一架雙層巴士啦，有洗街車啦。咁另外咧，我哋新界咧亦都做咗一個氫能嘅加注站嘅。咁而家我哋亦都有啲係啦，牛頭一個啫。咁就而家我哋喺有啲嘅建築工地咧，亦都試緊用氫燃料電池發電嘅機組。咁咧就我哋全運會嗰陣時候咧，亦都有用氫動能嘅發電機啦。咁就仲有好多嚟緊都會再試一啲新嘅嘢嘅，譬如氫燃料電池嘅旅遊巴士啊、貨車啊咁。咁同埋咧就我哋而家仲有堆填區嘅。咁用堆填區嘅沼氣生產氫氣咧，呢啲嚟緊都會做試驗嘅咁。咁所以咧咁政府亦都喺24年嘅6月咧就發布咗氫能發展策略啦。咁呢個係我哋都支持嘅，因為咧佢呢個策略咧最少有咗一個目標啊。咁有4大嘅主要策略啦，就係完善法例啦、訂立標準啦、配合市場啦，同埋審慎推進。咁就所以過去呢2年咧，都2-3年都可以話係即係發生得幾快嘅。咁嚟緊咧就25年7月嘅時候咧，就我哋立法會已經通過咗嗰個氣體安全條例㗎啦。以前又話氫能車唔可以過隧道啊嘛，大家記唔記得？係啊，而家咧就已經即係通過咗個法例啦。咁嚟緊咧，我哋知道咧，就今年之內咧，仲會有一啲附屬法例咧會拎嚟立法會嘅，咁就會再進一步覆蓋譬如製造、儲存、運輸、使用啊、供應啊等等呢啲即係點樣可以有安全又可以發展到咁樣咁就我哋而家最努力做緊嘅咧，就係氫能嘅綠氫標準啦。因為而家就都冇一個話即係標準喺度，咁我哋希望香港咧可以做到嗰個氫能嗰個標準認證啦，即係以我哋國家標準為基礎，但係咧又同全球可以接軌，又配合香港實際情況嘅咁咯。咁呢個都幾好。但係喺應用場景聽落咧，第一輛嘅氫能雙層巴士投入載客，第一個公眾加氫站就投入運作，都係第一，而且唯一暫時。咁我哋嗰個氫能嘅應用算唔算係都其實喺一個非常之初始嘅階段呢？咁你睇翻呢，就算我哋國家推動氫能都有一段時間啦，但係呢喺15規劃裏邊呢，其實氫能呢都係放喺呢一個未來產業咁所以咧就大家都睇得到無論推進嗰個技術啦、應用場景啦、商業模式啦、市場監管啦，其實咧都可以話係一個起步階段嚟嘅。咁就呢個係未來產業，咁即係話而家我哋要作一啲前瞻性嘅規劃同埋部署，咁就去培育佢出嚟。咁所以咧，如果你睇翻呢個步伐咧，雖然內地有啲地方。譬如佛山咁已經用晒氫能巴士啦，咁但係其實都有好大嘅政府補貼去推動嘅。咁所以如果咁樣睇咧，香港我哋係慢咗開始，咁但係其實我哋都係有序咁去推進緊，又唔可以話即係冇，即係唔係推進緊咯。咁同埋咧要留意一點咧，就係我哋唔係淨係喺技術啊或者應用層面，我哋亦都利用我哋香港作為即係國際金融中心啦。咁我哋亦都推進緊係同金融相關嘅綠氫同埋低碳氫咧，其實已經納入咗香港金管局2026年1月發布嘅
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嘅第二階段嘅 A 版。咁即係話咧，其實咧認證到係屬於綠氫同低碳氫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做到融資嘅喺香港。咁其實亦都係一個都幾大嘅發展。呢方面結合埋我哋嚟緊做緊嗰啲綠氫標準啊、認證等等咧，咁希望去到2027年，我哋相關嘅認證制度同埋即係品質保證等等咧，做好晒之後咧，相信喺個綠色金融上面咧，都會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嘅。比較令到我哋感覺到有進展嘅咧，就係機電署日前分別就同韓國國土交通部同埋韓國燃氣安全公社咧簽署諒解備忘錄啦。另外10間內地嘅本港同埋韓國企業亦都簽署諒解備忘錄，合作喺香港發展氫能嘅業務，咁樣促進咗區域嘅整合。政府間嘅合作以及境內外企業嘅合作，對推動香港氫能發展嘅重要性都可以預見嗬。其實係啊，我啱啱先至係會展，即係翻嚟立法會咧嚟做呢個訪問啦。其實咧呢兩日咧我都喺會展，因為咧就琴日開始咧就係香港氫能週就開始啦。咁就即係呢兩日我哋喺會展咧都有據我所知超過1000名來自即係香港啦、中國內地啦同埋海外嘅嘉賓啊、專家學者一齊去參加好多唔同嘅論壇啊、交流會啊咁樣。咁我啱啱亦都喺其中一個論壇度發言員就過嚟嘅。咁你會見得到咧，其實出席嘅即係嚟自4面8方嘅人士咧，大家都好相信氫能係其中一個我哋綠色能源發展嘅一個即係未來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咁所以亦都對香港去推動氫能咧就都好支持。咁所以今次見得到韓國同我哋簽咗一個合作備忘錄啦。咁其實韓國咧都好大力去推動氫能嗰個發展嘅。不過佢哋而家咧就用緊灰氫嚇，咁咧就佢哋亦都冇自己產綠氫嘅。咁所以對嚟緊即係同香港嗰個合作咧，佢哋譬如對即係都有探討，譬如香港我哋頭先講嘅堆填區嗰啲沼氣製氫咧，其實佢哋都好有興趣去參與，甚至即係投資香港嘅加氫站啦，佢哋都好有興趣。咁所以見得到其實香港對內地嗰個同內地嗰個關係啦，即係我哋嗰個定位咧。其實對香港未來同國際一齊去接軌去發展氫能咧，其實都好有作用嘅。葛珮帆，你最後講嗰句説話，我就最有興趣啦。我有幾個連串嘅問題想問。嗱，香港依家即係呢個作為一個好嘅一個即係嘅能源嘅開發啦。咁啊，我哋亦都做咗好多嘅試驗啦。咁我諗呢方面我哋大家都會認同嘅。我依家翻嚟最集中想傾嘅問題咧，就係你頭先講我哋有一個4大策略啦。我唔知呢4大策略咧，我諗好多人關心係2個問題。一個咧就係嗰個成本效益，第二個咧就係呢個生態嗰個建造嘅一個速度咧。當陣時係有冇一個指標嘅？因為我哋都係咁試下，就循序漸進，即係順水推舟去做啊。因為我哋其實心目中係有一個願景，有一個指標咧，係希望佢嘅成本係點樣，佢嘅生態環境嘅速度嘅，即係嗰個建造嘅速度，我哋心目中有個諗法嘅。嗱咁樣喺嗰個發展策略嗰度咧，佢係一個策略嚟嘅，佢就唔係一個藍圖嚟嘅。咁佢裏邊就冇話定咗一啲 KPI 啦，一啲指標話幾時一定要做到啲乜嘢。咁就所以就係審慎推進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大家都有我哋希望即係可以做得到嘅嘢嘅。香港咧而家我哋發展氫能咧嗱，我哋咪有一架巴士喺地度走咗2年啦，就已經用咗2年。咁其實我問翻巴士公司咧，佢哋已經話即係證實係安全可靠嘅，即係香港用氫能巴士係冇問題。咁咧佢哋都好想轉用氫能巴士添，有巴士公司同我講點解咧？因為咧，如果佢係用電動巴士嘅話咧，佢充電咧一架巴士你要幾個鐘頭嘅嚇。咁咧，如果佢換一架柴油巴士做電動巴士咧，就等於要一架就換1.5架，咁個成本咪好高咯。咁但係如果氫能巴士充氫咧，就係10至20分鐘。咁所以咧，其實對佢哋嚟講咧，即係個成本效益係好高。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出現咧，就係氫從何來啦？同埋氫個成本好貴。咁而家我哋本地製氫咧，就即係出現即係如果你係
就咁即係真係製氫嘅話咧，其實就好貴啦。咁如果你話係我哋煤氣公司去轉做氫啦，咁咧暫時嘅成本都係好貴嘅，即係暫時都係好貴。咁另一個咧就喺內地運氫落嚟啦。咁但係以往咧，如果我哋而家有一個加氫站咧，其實都係內地用車運氫落嚟嘅。咁但係咧，因為個運輸成本又係好貴，咁所以咧嗰個分別係咩咧？譬如內地有啲城市咧就35到61公斤啦，香港係賣緊108一公斤，咁個距離就好遠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唔敢用，因為計唔到數。咁所以喺咁嘅情形底下咧，就我哋啱啱咧就喺度探討緊，今日咧就汕頭市副市長都嚟咗香港，我哋剛才喺論壇嗰度咧就探討緊一個新嘅合作模式，就係一個港汕即係香港汕頭嘅氫能走廊啊，係咩嘢嚟嘅咧？我都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即係我哋一個新嘅諗法啦嚇，一個新嘅倡議咧。其實咧就係香港潮州商會嗰邊咧就係覺得。即係帶我去睇過汕頭嗰邊嗰個製風同埋製氫嗰個而家情況。咁我去睇完之後咧，就了解到咧，其實汕頭咧就係我哋全國5大嘅海上風電基地之一，好大風嘅嗰度。咁可以發展好大嘅風力發電。咁以往風力發電都貴嘅，但係而家嘅成本咧就已經越嚟越低啦，因為嗰個技術同量產嗰啲風車咁所以就好低。咁咧就同埋咧，佢亦都可以喺職場咧利用海水嚟幫手咧，就係喺海上咧就做到風電製氫。咁加上咧，而家我哋液態氫即係可以將氫咧變成液態氫咧，嗰個運輸成本咧又可以大大去減低，因為壓縮咗啊嘛，可以壓縮咗即係800倍，咁啊大大減低。咁咧所以咧就有機會咧係可以製造咗一啲比較平同埋可以運到嚟香港嘅綠氫嚟到香港。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就係啲巴士唔敢換，就因為冇氫啊嘛，唔知氫喺邊度嚟，同埋啲氫貴。咁如果我哋係可以運到即係做咗一個咁嘅走廊啦，運到啲液態氫嚟香港，咁喺香港儲存，跟住變為氣態氫，就係俾啲車用嘅話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嘅即係公用嘅車輛咧，都可以轉用呢一個氫能啦。頭先講嘅氫能灣區走廊就希望運送呢個液態氫啊。咁直至目前為止，內地俾香港嗰啲氫啊係咩態嘅咧？係氣態、液態？而家氣態嘅係啦，係氣態。哇！變咗就話要好嗰個容量要好大嘅容器喎。唔係，所以依家個問題我都係翻我頭先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做咗好多嘅試驗，但係如果你將來真係想將佢變成一個可行嘅一個落地嘅一個好實在嘅用途嘅話呢，就要將好多試驗嘅嘢呢，要放喺一個有時間性、有成本效益嘅規劃裏邊啦。而家講到規劃呢，就牽涉到同國家同埋15規劃嘅關係。所以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不斷試驗都有好多可能性嘅，但係你永遠唔會將佢變成一個主要嘅計劃嘅。所以我就想問，究竟喺政府同埋喺你哋業界嚟講，會唔會開始考慮行出呢一步規劃嘅一步咧？我諗呢個咧，其實就算我哋自己你規劃咗，都要解決到個問題先得噶嘛。即係你成條供應鏈咧，其實我哋而家就要創造咗出嚟。氫喺邊度嚟咧？點樣可以創造？唔係呢個咪趁15規劃裏邊，大家要去對接啦。嗱係啦，就係啦，所以咧而家咧就係我哋做緊5年規劃咧，我哋呢啲即係新嘅諗法啦，整個大灣區融合發展啦，就係我都希望可以擺到落去我哋香港個5年規劃裏邊。咁變咗呢5年裏邊咧，我哋就希望做到一啲成績出嚟。好多謝你，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葛珮帆議員。